那本将军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四肢发达。喂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可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你搞清楚。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这些小伤不算什么。你，将军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您上次吩咐我找寻家业的遗物，已经找到了一本书和这个盒子。打开它。退下吧。是。易欢，咱们老朋友又有机会见面了。我到底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怪人，你的病好了没有啊？我刚找到了几个治疗你皮肤病的秘方，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想与你一起分享。你还记得我的病？当然记得，你忘了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吗？大医生，愿闻其详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。